BBC 罕见或许进入中国西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多个戒备森严的设施。据信，这个横跨整个地区的庞大网络拘押着数以10万计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中国当局坚称他们只是培训学校，但 BBC 的访问揭示了有关该系统的性质及其内部人员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中国再次企图欺骗世界。中国首先否定这些集中营的存在，后来被迫承认。随着对集中营的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现在不得不允许记者访问，但是他已经失败了。我呼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中国的游戏。”据称，来自维吾尔自治区妇女联盟的一份录音说，一名维吾尔妇女在集中营死亡。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证实，事实上，一位34岁的维吾尔妇女已经在喀什的一个集中营死亡。34岁的阿伊托尔逊是华安旅游公司的副经理，他于去年6月5日被灌进集中营，4天后，警察将他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土耳其东部的志愿者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在德国杜伊斯堡，一群关注东突厥斯坦问题的妇女访问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他们与该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就维吾尔面临的困难和集中营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强调了合作与团结的重要性。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申科周三表示，俄罗斯与土耳其达成的关于交付 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符合国际规定，已经就此问题做出了所有必要的决定。格鲁申科就美国可能对该协议的制裁发表评论。他说，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选择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伙伴，所有的决定都已经做出，这笔交易符合国际规定。联合国公布了对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沙特王储萨勒曼因在此案中扮演的角色应受到调查。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阿德尔·卓拜尔日回应了联合国官员关于卡舒吉遇害案的报告。他表示，里雅得不接受因反对派记者卡舒吉事件玷污沙特领导层的企图。我听到北方、南方和东方的邻居威胁要毁灭我们。我对敌人说，以色列国防军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不要测试我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问以色列北部的大规模以色列国防军演习时发表了上述讲话。由于与伊朗及其代理真主党的紧张局势日益紧张，以色列总理和以色列国防军首席访问以色列北部的大规模战争演习。